嗨，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4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明天胡适就要开市，所以先在这里啊，入祝各位胡友啊，心想事成，事事顺利。卖了的胡适就跌，买了的胡适就涨，大家啊各取所需啊。这个春节啊，胡适休节啊，就是休息了这么长时间，确实有很多金融消费者啊比较着急。虽然咱们的胡适在休息啊，没有交易。但是海外的市场，包括港股，每天走的都是风生水起啊，尤其是受这个 DeepSeek 影响，所以很多金融消费者现在也是跃跃欲试啊，恨不得马上就开盘，不要耽误挣钱呢。根据财联社的说法啊，是2月4号说春节假期接近尾声 ，A 股市场也即将迎来开市。在此节点，一些热门题材成为投资者热议的焦点，最受关注的无疑是 DeepSeek。港股啊，2月3号迎来首个交易日，受 DeepSeek 的利好影响，部分港股 AI 概念股迎来强势上涨。这个我在春节期间有一期节目里面也说过了，节后啊，恐怕这个 AI 概念股，尤其是跟 DeepSeek相关的，恐怕有一波涨幅啊。但是记住了，差不多就得，赚钱就跑啊。但是这个春节啊，也有不好的消息。你比如说贸易战，这个特朗普啊，特不靠谱啊，还是打起了贸易战。先是墨西哥、加拿大25%的关税，这个墨西哥、加拿大也不怂，马上就要反击。你看这贸易战啊，后来特朗普啊又跟这个墨西哥的总统啊通了电话，跟加拿大也沟通了，再缓1个月，就是再给你们1个月时间，你们不要是吧揣着明白装糊涂。跟大国呢，那就是10%关税，大国也采取反制啊。这个关税我在以前说过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啊？他为什么把这个第一棍子打向了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呢？这个在特朗普看来啊，他就是叫亡羊补牢啊，他发现那个篱笆啊还有漏洞。其实我们想一想就明白了啊，咱们这个假设我们这是一个工厂，是个生产制造基地，那个商品啊就得从我们这儿流向全世界。那美国呢，它主要靠进口，它自己这个生产能力对吧，基本上已经转移出去了。这么多年来啊，搞这个全球化，国内没有生产制造能力，就主要靠进口。那你想想，我们借用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从我们这出发的商品有多少万种方式，最终它会流入美国，中途它会换包装、换品牌、换什么、换这个换那个，有的不用换手对吧，直接就经过第4国就到了美国，有的还中间换一换。总之对吧，通过各种途径，那肯定是跟咱们有关的产品最终流向了美国。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呢对吧，直接就跟咱们这个直通的这条路啊，他给加了关税。结果你想想，直通的这条路有障碍，不好走，成本高，那就走别的路啊。所以你看看啊，特朗普啊，他没有达到目的，他发现他的理论上啊，他应该比如说在这儿加关税，他那个收入就会多多少，结果发现他没多多少。转一圈发现得把所有通向美国的路都给他垫高一点，哪怕是主要路啊，你比如说通过加拿大，通过墨西哥，自从大国跟美国的这个直接贸易由第1对不对排第3了还是第几？咱们以前跟美国直接贸易，我们出口到美国的，在美国是排第1的，现在排第3第几啊？排第1的已经是墨西哥、加拿大。这个对特朗普来说，这叫摁一下葫芦起了瓢。当然了，特朗普他拿芬太尼说事啊，对吧？他也不好直接说，因为毕竟没有证据啊，直接证明你加拿大、你墨西哥，你那玩意都从哪儿来的？就是你的商品，他拿芬太尼说事，所以说啊，他先给他们加。我在想啊，他给加拿大加税，给墨西哥加税，不纯粹是钱的事，更多的就像那个巴拿马运河一样，他要斩断了跟你大国之间的这些，否则的话，他跟加拿大、跟墨西哥有什么好谈的呢？谈无非就是让你对吧，你回去好好查查你的东西从哪儿来的，对吧？给你1个月时间整改。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个贸易战恐怕越打会越激烈，总体上是对大国非常不利。我看了一下啊，咱们也反击了啊，好像咱们是加征10%的关税吧。更有意思的是，对谷歌展开这个垄断调查呀，要反垄断。有好多人就说了，那咱谷歌不是用不了吗？咱用不了，哪来的垄断呢？这个有点晕啊。咱们还说到资本市场，因为担心这个特朗普的关税大战呢，所以这个美股对吧，其他的股市这几天都是以跌为主。香港股市啊，昨天走了个 V 字形，虽然没有跌多少啊，今天是不是中国资产又在涨？但是美西方的股市是下跌的，这个给很多金融消费者啊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咱们的胡市啊，往往是跟跌不跟涨，没有什么逻辑的，也没有什么道理。反正你美西方跌，那我也跌一个给你看，跟跌不跟涨，所以这个让金融消费者是不是多了一层不安？
我们再看看这个官家啊，这个专家是怎么看的。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叫卢哲啊，他对最近1周啊资本市场做了个总结啊。他的观点认为，海外市场由 DeepSeek、特朗普关税、新政2条主线引发的避险情绪主导，美股大宗商品下跌，美债美元指数上涨，黄金创下历史新高。向前看 ，DeepSeek 的问世或对过往逢跌即买的美股策略构成挑战，就是美股的下跌再也不是买入的好时机了，也可能它就这么跌了，变成你接飞刀了。它说科技股给美股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波动率提高。就特朗普关税新政而言，其节奏略超预期，短期关注中美针对关税的协调进展，而从全年维度看，特朗普关税政策上仍将存在诸多拉扯。今年对华关税大概率是渐进式的，但在特朗普2025年完成移民减税政策推进后，关税政策可能是2026年11月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最重要的政治筹码。核心观点啊，他说我们认为特朗普很可能在2026年完全兑现60%关税承诺，也就是特朗普竞选之前说的60%关税，不是说着玩的，一定会在2026年竞选之前要完成。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那对咱们的经济冲击是最大。第一个是 DeepSeek 冲击美国科技股基本面，科技股给美股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波动率显著增加。春节期间密集发布的美国增长数据延续韧性，通胀数据则符合预期。美联储1月会议如期维持政策利率在 4.25% 到 4.5% 不变，发布会表现偏鸽派，令前期市场紧货币情绪边际缓解。向前看，我们预计特朗普的关税、移民、减税政策很难给1到4月通胀带来显著上行影响，而基数效应、油价与居住通胀在这一时期给通胀带来的短期下行推动更大。说加之驱赶非法移民对新增就业的冲击，预期通胀和就业市场短期加速回落，仍可能促成美联储3月降息。我们再看这条消息啊，这是彭博社报道，10年第一裁，数百名投行人突然被裁。有投行民工说啊，我真的狂哭。1月29日，汇丰银行变天，开启10年第一裁，且涉及的基本都是投行人员。市场传言称啊，此次裁员规模大约涉及数百人，这都是金领啊，那么投行人员工资本来就高，这突然过年的大年初一宣布裁员。据彭博社报道说，汇丰将关闭其在欧洲、英国和美洲的顾问公司和投资银行业务，该行将保持在亚洲和迪拜全部投行业务，一些银行家将允许前往这些地点。这是行政总裁埃乔治精简集团计划的一部分，这将是汇丰数十年来最大一次投行业务缩减，旨在削减成本并专注中东核心业务。什么意思呢？总之啊，作为这个老牌的投行，汇丰也开始收缩了，这个是2025年一个不好的预兆啊。所以说啊，对于明天的开盘有利好也有利空，所以大概率明天是一半是海水啊，一半是火焰。这个胡市啊，如果是高开，那就是跑路的最佳时机啊。如果低开，还可以再看一看，有可能低开高走啊，最后给你微回来。我们再看看啊，这个胡静老师在这个春节啊，那是相当的活跃啊。首先胡静老师啊，对这个春节档这个电影做了评论。胡静说啊，我要说哪吒2，这是我看过中国最棒的动画片，没有之一。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动画片市场将走向由国产动画片主导的新阶段。中国人仰望功夫熊猫，那些好莱坞动画片并啧啧称奇的时代结束了。在我这个观众看来，哪吒2无论从编故事到制作细节等各方面，都已经满足了好莱坞动画片它曾经带给我们羡慕和期待。我相信哪吒2是一个新的开始。像哪吒2这样的动画片，至少东亚大多数人应该都能看懂，很多西方人也能看懂这个热闹。片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忠诚，善与恶的较量，最终善战胜恶，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这里提到了叫共同价值啊。回静老师啊，
他在夸奖哪吒二，这么不惜笔墨高度的赞赏哪吒二，实际上呢，他是在暗中批评这个叫《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他还提到了不了解封神没关系，贯穿入电影的这些脉络，世界哪里的人都能产生共鸣，所以这样的动画片有向国外进军的基础。胡杏老师他恐怕是写着就跑题了，他本来写的哪吒二，后来扯到封神上去了，大概这意思通过这个就说明胡杏老师春节这个电影没少看，也不知道跟谁去看的，恐怕一场不落。然后他重点表扬哪吒二，这么多电影都看了，尤其是和这个喉舌钦点的家国情怀侠之大者，表扬哪个不表扬哪个，给哪个写评论，这个都能反映出胡杏老师的心态，对吧？他在这儿说哪吒二不错，实际上就是在批评，委婉的批评侠之大者。他批评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哪吒二反映的是共同价值，咱们的价值共同的部分，善要战胜恶，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这叫共同价值。那个侠之大者说的是什么一个价值呢？在胡杏老师访问呢，当然了，胡杏老师还是老的手法为了掩盖他这个暗藏在下面对这个宏大叙事家国情怀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批判，但是他也不能做得太过，所以他把矛头一指对吧？他整篇的评论他有个冲突就是他的矛头他指着谁所以如果他没有一个矛头的话，不指着一个敌人的话，那么真正的敌人就会出现，那真正的敌人就会找他麻烦，所以他把矛头一指，指向了国外动画片。胡杏说国产片注定会越受欢迎，好莱坞明星出演的大片倾倒所有中国人的时代也应该过去了，说观众的观影兴趣已在向国产片倾斜。胡杏老师最后做出这样的结论纯粹是东拼西凑因为这个春节档没有好莱坞大片上映你怎么对比难道拿今天的哪吒二跟10年前的阿凡达比吗？那个时候还没有 AI还没有人工智能，现在都已经什么时代了？那胡杏老师作为一个老的读书人，他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说明他整个的评论里面是若有所指，表面上是在批评这个，也不是叫批评吧，就是抬高国产动画片，对吧？贬低美西方的动画片，好莱坞的动画片，实际上是借着哪吒二在批评那个价值观的问题。共同价值观是善要战胜恶，而不是什么侠之大者。不光评论这些影视这个作品，胡杏老师还评论这个明星。他说这个48岁的大 S 因流感突然去世，令人唏嘘然后他就想到了自己，说人到中年，疾病的风险独尊。他说我们就像身处夜晚的森林里，四周都是野兽的嚎叫，我们必须随时点着篝火，手里握着猎枪。然后胡杏老师他举例子说自己有一次因为腹泻导致腹泻太急导致大脑缺血，然后意外晕厥。这胡杏老师很有意思就是他由这个大 S 在日本因为患了感冒流感去世，然后想到了自己有一次拉大便拉得太快，脑子缺血。如果不是他自己说的，我以为别人是在恶搞他，拿他开玩笑。关于这个关税呢，胡杏老师也有看法。总体上说他说了一堆总之意思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用惊慌，今天美国购买的中国产品绝大多数都是能断就断之后刚需，也就是他认为美国对咱们产品的还是依赖，现在留下的交易的部分那都是刚需。2018年贸易战之前，美国沃尔玛超市里中国生产的商品占 80%， 贸易战打了5-6年之后，这个比率有所降低，但中国进口商品依然占沃尔玛货架上商品的 60%。 然后胡杏老师解释了这 60% 之所以撼不动，就是因为沃尔玛花同样从世界其他地方买不到同等质量的商品，甚至花更多一些钱也买不到。也就是说这 60% 的商品性价比甚至不是最高，而是你出这么多钱在国外你就买不到。这个胡杏老师有点乐观了，他举了个例子他说老胡大约7-8年前曾经在印度一家奥特莱斯店看上一款我穿过的品牌衬衫，我见它的价格比国内奥特莱斯店好像还便宜一些，就买了2件，回国后穿了1-2水就不行了。如我在国内奥特莱斯店里购买的同款衬衫完全不是一个质量，就是拿7-8年前的眼光看待今天的印度。这胡杏老师就还是犯了刻舟求剑的毛病，假以时日你说的这些优点都会被别人追上甚至超过，这没什么稀奇的，因为这毕竟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它只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慢慢发展到了这个水平，它生产东西就是这样。目前沃尔玛还有 60% 的中国商品是因为我们性价比
高，那这个是会永远保持这样的性价比吗？印尼、墨西哥、印度这些国家它都在发展，说的不好听一点的啊，这印尼、印度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开始工业化，还是个农业社会，你就知道人家的潜力有多大。他们很多东西根本就生产不了，但不代表他们永远生产不了，它这个是一个过程。对大国来说，问题在哪儿呢？问题是高端的你上不去，创新这一块成本高，风险大，我们资本呢很难适应这一块，也不愿意去尝试这一块。这不光是资本呢，还有人才这个约束啊。那美国它是积求最优秀的人，全球最大的资本，这个我们恐怕至少短期很难有什么机会。所以你一个 DeepSeek 出来就非常这个轰动啊。所以说高端的对吧，或者是创新的你上不去，低端的就在流失，流哪儿去了呢？不是没有了，是流到印尼、越南、墨西哥。这个流失的速度会随着时间的加剧啊，会越来越快，不是越来越慢。所以胡锡进还老拿5、6年前的那些事情，或者是7、8年前的事情来举例子，这个就是叫刻舟求剑的。为什么你在这么高的关税下，你的性价比还这么高？那是因为别人太差。所以说啊，这个印度对吧，墨西哥太差，你不能永远指望着它还一直这么差，人家也在发展中，这很快的吧就会快速的赶上。这样我们的这个制造业对吧，我们的就业、我们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2024年唯一对吧3驾马车里面还能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就是外贸。你想如果2025年外贸熄火，那什么概念？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啊，特朗普的关税最终都是指向大国，他要把所有的漏洞都给你补上。胡锡进又说啊，中国如今已经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这意味着世界大部分制造业的产品都包含中国元素。真正离开中国制造，意味着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就要被打回到上个世纪中国制造业崛起之前去。这个判断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啊。他说，所以说啊，特朗普根本没有与中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的筹码和勇气，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张声势，他根本不可能将对中国产品普征他在竞选时宣称的60%关税，除非他准备让美国人一起去喝西北风。胡锡进老师说这个话就有点这个托大，这就典型的啊，就是离了我这个萝卜干你就过不了年，对吧？离了我这碟咸菜啊，你这个年就过不好。这你看他有这种精神了。然后胡锡进老师最后啊给出来的应对之策，他说啊，中国厂商现在需要做的是增加市场备胎，只要我们做到保质保量，整个世界就离不开我们，因为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劳是我们赢得世界市场的根本原因。我们无需用进一步降价来承受美国新关税。在对外贸易上，中国厂商需要守住盈利的底线，不能够进一步互相卷了。特朗普新政的10%关税必须要让美国经销商和美国消费者去承担，让美国的物价上涨抬高民怨，进而逼出特朗普的后退。胡锡进老师的一句话就是死挺着，那就胡锡进的意思是人民币不能贬值啊，你这商品价格也不能降，这样的话我们就死挺到美国通胀物价上涨嘛，美国人受不了，逼特朗普只好啊收回成命。他这里面只有一点说的是对的，就是我们要做到保质保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啊，就是这是你的立身之本，就是你的商品要保质保量，这个没问题。但是啊，你说我保质保量，然后我不降价，我汇率也不变，我就硬挺，那你是拱手把市场让给别人，这个就有点拖大了。刚才说了，你没有核心竞争力，你也没有护城河，不是全世界离了你这个供应链，离了你这点商品，它就过不下去，对吧？造个打火机啊，造一个什么电饭锅，造一个热水器，真的有那么难吗？小家电现在啊，对印尼来说，造一个小家电就是挺困难的，但是过5年，人家生产出来质量会更好，对吧？这个不是什么核心竞争力啊，因为咱们也是这么过来的，对吧？以前这个家电那用的都是日本的，为什么？人家造的好啊，对吧？日本的家电虽然贵，但是它质量确实好，但是现在为什么都没有了呢？那还不是因为我们起来了，对吧？小米电视、长虹电视等等啊，还电冰箱、空调，这一切难道就不能在印度和印尼重演吗？现在我们的冰箱、空调在海外，那就相当于当年的日本电视、冰箱、空调，日本的电器一样的道理啊。你很多专利技术还从日本买的，所以胡锡进老师所说的硬挺，他是有底气的，但是厂家没有底气。为什么胡锡进老师有底气呢？因为他的退休金又不会少，一个月2万就是2万，而且每年增长。这厂家可就喝西北风啊，这就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多了不说啊，给胡锡进老师退休金减半，让他挺个1年，看一看什么滋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